鹅肉脸当大老板的呀，开的茶叶超市呀，那平时都喝了1万多的茶叶。走，你不信现瞅瞅去走。你说鹅肉脸喝了1万多的茶叶啥意思？咦，我老天爷，你喝的这是一款自己喝的口粮茶呀！你沈阳毛街到厂里去，到沈阳的各种饭店都是这大叶茶、黄坡叶茶，喝着你说生津回甘，闻着兰花香非常浓郁。它经济实惠，主要是干茶干的可白的。我知道呀。啊，你不要300，不要200，也不要100，中不中？79，到手也不是半斤，1斤行不行？中，收住货了啊！老乡们想喝了，收住货的只管是喝，只管泡。做完喝得劲了啊，你留下，不没了你直接退，7天5的油，运费险都给你安排上。拍吧，先喝了拍吧。关键是，我和老乡们拍的，你喝了1万多的茶叶呀，你这经济实惠，这都自己喝的，可得劲，要了面子，咱要里子吧。对，钱也保证，是不是？今天钱真是难挣。